我而家身在於西貢臨海別墅嘅天台，喺我身後面就係白沙灣。華懋集團打造西貢白沙灣低密度專櫃住宅項目 White Sand Cove， 為過去15年西貢白沙灣最臨海嘅全新項目，今日律師開放俾我哋地產代理去參觀示範單位。而家我哋睇緊呢個洋房呢，就總共有3個套房，實用面積係2195尺。呢個係現樓嘅示範單位，發展商俾我哋睇呢個係一個交樓標準嘅。你見到個廳係幾鬼闊大？再嚟我哋望下出面嘅露台，都超過50尺嘅露台。行前邊望出去，即係就望到一個遊艇會，望到遊艇會啦，遊艇會前面條河啊，好勁咁嘅，小咗層咁嘅似咁嘅嘢。咁我哋睇下呢個套房裏面嘅好似有個景缸同埋個浴缸。2個洗手盆，跟住帶大家睇一個分層4房單位，客廳擺放特大嘅流線型梳化及線絨嘅地氈，雅典與自然融合。飯廳設計同樣貴氣悠然，擺放8人大理石方桌，配以設計獨特及精緻的銀色吊燈。